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30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啊。今天是周末啊，胡适没有什么新闻，咱们只能聊一聊胡一进老师啊。最近啊，我从网上看到啊，说吴京啊，就是演战狼的这个吴京，好像老是上热搜啊。当然了，他这个上热搜，是因为他演的一部电影啊，叫什么《再见坏蛋》，这个票房啊，直追司马南老师那个什么众家之外啊，还是什么重山之外，就是吴京啊，他担任出品人，并且还客串了角色，叫《再见坏蛋》。据说上映1个星期的票房还不到30万，最后没办法啊，28号宣布撤档，就实在是没法再上映了。这6天的票房不到30万，这恐怕连电费啊，你说现在这个天这么热，那个电影院里那放映厅里面的空调肯定是要开啊。最近网友吐槽，对吧？电费好像涨了，莫名其妙。所以说这个30万啊，恐怕连电费都不够啊。再加上那个保洁阿姨，每场电影之后总得保洁阿姨进去收拾一下，要不然那个瓜子壳，对吧？什么包装袋子一大堆，莫名其妙，对吧？还得保持一下卫生。这个成绩啊，让司马南老师看见了，都略感欣慰啊，觉得自己不是最差，大概就这么个事啊。然后胡一进老师啊，对吴京目前在这个网上这个叫滑铁卢吧，口碑啊崩塌呀，做了个评论。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胡一进老师又在带什么节奏，又在混淆什么视线，颠倒什么样的黑白。这胡一进老师这么说的啊，他说吴京的人设像是突然塌房了，网上一些人群嘲他，模仿他说过的话，挪用他的网梗。但是老胡仔细看了那些视频和帖子，吴京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硬伤，大家只是把他过去有些是很久以前说的话翻出来恶搞他，嘲讽他飘了，或者讽刺属于他的时代过去了。的确，如今的形势与《战狼2》的爆火时候有了一些变化，当下不少年轻人找工作的困难，生活压力部分分散了围绕战狼精神的激情凝聚。但如果说爱国英雄主义就过时了，认为它在我们的社会退潮了，我觉得言过其实。爱国英雄主义的片子今后肯定还能拍，并且有机会火，但重要的是得拍得好，而且得随着新一代影迷口味的变化实现表达的创新。胡进老师啊，认为网上在嘲讽挪用吴京啊，觉得没什么啊，吴京没问题。网上啊嘲讽吴京、挪用吴京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看过。战狼电影我倒是在对吧看过盗版，或者是那个腾讯呢会员里面看过。但是吴京接受采访说的好的梗啊，说的好的这个让人大跌眼镜啊，或者是让人这个热血澎湃的话，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他有亮护照这么一说。实际吴京的所谓塌房啊，与其说他是塌房，不如说吴京叫被流量反噬，这样更准确啊。吴京被流量反噬啊，他不是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去年甚至前年，就是缅北啊那个电诈乐园正猖獗的时候，我想大家还记得吧？当时好像有个谁导演的一部电影呢，就是专门反映的是缅北那个电诈，你如果落入到那个电诈分子手上，将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那个电影上映啊，再加上这个网上各种这个从缅北逃回来的人，对吧？那时候不是传言割腰子吗？所以有很多网友就开始，对吧？把矛头指向这个吴京，说既然这样，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带人去把咱们的兄弟姐妹从那个缅北电诈乐园救出来呢？这不都是你宣传的吗？对吧？我们看了那么多战狼，怎么连自己的兄弟姐妹就在边上，而且是个弹丸小国啊，缅甸啊，对吧？越过国界就可以直接去把人给救回来，营救回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就那个时候啊，就网上就很多人开始对这个吴京不满了。所以吴京所谓的什么塌房啊，胡一进老师说突然塌房，那是因为胡一进老师对这块关注的不够，没有突然塌房一说，只能说是群众啊对吴京这一套从亢奋到疲劳，现在有点叫反感、抵触，这个大家都懂啊。比如说你对某件事情非常兴奋、非常执着，片刻的欢愉之后啊，那带来的就是疲劳，往后呢，甚至就开始厌恶。那这个吴京这个现象啊，就完全符合这个战狼1收割一波，觉得还不够，对吧？战狼2再来一波，那个割韭菜啊，什么所谓的这个爱国流量啊，吃的太狠，对吧？他还把这个爱国这个赛道上这个已经吃完了，吃到这个100年以后了，他这么走啊，
他这个搞法不仅把自己的路走断了，绝了，他把这个赛道都断了，导致以后这种赛道啊，那加州老师想在里面捞一把都没捞着。生态被他搞坏了，韭菜根被他嘎了，不是输入无金的时代过去了，而是无金透支了这个时代。胡金老师把这个现象啊归结于当下经济形势不太好，失业率高，说年轻人找工作困难，生活压力大，所以都不喜欢吴京了啊，这分散了围绕战狼精神的激情凝聚。我认为这是胡金老师啊，他是混淆了啊这种激情和生活之间的区别，对吧？生活是生活啊，激情是激情啊，只能说是当下的年轻人，对吧？越来越认清了生活，看清了本质。你看完了战狼，热血沸腾，但是啊，出了电影院，你还得要想着还按揭贷款，还得想着工作在哪里，还得想着公司是不是要裁员啊？这个时候，但有人告诉你我们多么厉害，我们多么值得骄傲，年轻人呢再也没有办法引起共鸣，因为失业，对吧？这个按揭贷款这些压垮了他。这些年轻人发现自己突然有软肋，软肋还被别人捏着的，尤其是当他发现这个软肋不是捏在美帝手上，也不是捏在美西方手上，而恰恰是捏在加德老师、吴京所歌颂的讴歌的，对吧？这些人手上，年轻人作何感想？正所谓的啊，激情不能当饭吃啊。然后胡金老师他造了一个名词叫爱国英雄主义。胡金老师说啊，如果说爱国英雄主义过时了，认为他在我们的社会退潮了，我觉得言过其实。胡金老师断言啊，爱国英雄主义的片子今后还能拍，也就是这个赛道啊，还是可以继续努力耕耘的。我感觉他是在勉励啊，鼓励这个加德老师，对吧？一次失败不代表什么，那是偶然，对吧？那这个赛道还依然完好，值得信赖。鼓励加德老师啊，那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再拍这个什么《崇山之外2》，他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他把这个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他把它捏到一起去了，这个确实是高明啊。就在我的印象里面，爱国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就是英雄主义，这俩应该不是一码事。然后胡金老师他搞了个爱国英雄主义，这就好比咱们说的就是左派右派，胡金老师他制造了一个词叫左右派。爱国英雄主义这个提法好像我在胡金老师这儿看见过，其他地方好像看的很少啊。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爱国主义这个一直就有啊，对吧？一直就这么宣传呢。英雄主义也一直有，但是爱国英雄主义这个提法就比较少，因为它是两个方向啊。这个爱国主义啊，你看啊，我们也不知道它严格定义啊，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特征，就是爱国主义它更强调的是集体，对吧？为了集体奉献，爱国嘛，国某种程度上代表就是集体，就是大我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牺牲个人利益成就集体利益，为了集体可以牺牲个人啊，这都叫爱国主义。所以爱国主义根本它指的就是强调集体，大家仔细想一想。而英雄主义呢，这个英雄更多的强调个人，对吧？是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做出各种牺牲啊，做出一些措施选择。所以我们经常说个人英雄主义啊，而且这个英雄主义吧，它反正在我们这儿不太流行啊，对吧？这个按照胡金老师说法，英雄主义应该是美西方的叙事方式。所以我们很多人啊，受了美西方毒害之后啊，就喜欢看那个美西方大片，好莱坞大片。那好莱坞大片每一个啊都是宣扬个人英雄主义，从施瓦辛格到史泰龙啊、斯坦森、强森，他们的片子啊都是个人英雄主义。我只能说胡金老师啊，他受美西方影响啊，在这里露出了马脚。我们一直是提倡集体主义，所以我们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从来没说爱国主义英雄教育或者爱国英雄主义教育。这个胡金老师这个提法啊非常危险。我们有一段时间啊，那是批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啊，对吧？我们要突出集体，要弱化个人。英雄啊跟爱国没有必然联系，甚至有的时候英雄，对吧？他不一定是爱国，他有可能是卖国。就我举个例子吧，你比如说这个汪精卫，对吧？他刺杀那个摄政王，是吧？载沣吧还是谁啊？他是不是英雄主义啊？那当然的了。有人把胡金老师跟汪精卫啊相提并论，这个是对汪精卫的侮辱啊！胡金老师能干这事吗？对吧？你给他一个炸弹，你让他去炸谁去？但是汪精卫投降日本，他那是爱国吗？做了汉奸。但是胡金老师他不一定这么认为啊。胡金老师他恐怕认为汪精卫是爱国的，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这就是汪精卫的诗啊，这是不是英雄主义啊？慷慨赴死，不在乎，为了理想救苦救难，驱逐鞑虏，对吧？恢复
附中华，他能不是英雄主义吗？但是他却当了汉奸，能是爱国主义吗？哎，胡锦老师把他合到一起，就怪不得这个胡锦老师一直劝这个泽连斯基，对吧？埋怨泽连斯基不做汪精卫，因为在胡锦老师看来，恐怕汪精卫就是爱国英雄主义啊，对吧？我记得胡锦老师曾评论泽连斯基啊是英雄，对吧？说俄罗斯啊已经兵临基辅城下，泽连斯基没有逃跑，是个英雄。但同时，泽连斯基没能领导乌克兰，对吧？把乌克兰避免战火，所以说他是个草包。那当然就卖国之意啊。那如果他爱国，他能把国家搞到，对吧？那个进入战火吗？这当然这是胡锦老师的意见啊。所以在他看来，泽连斯基是个英雄，但他祸国，对吧？谈不上爱国。胡锦老师下面说啊，他说吴京的问题可能是他的角色形象如爱国英雄绑得太紧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长津湖之后没有新的突出作品。吴京最近担任出品人，并客串了电影《再见坏蛋》，上映失败，6天票房仅26.7万元，28日宣布撤档。这种情况实际在悄悄制造他在舆论场的脆弱。他说，作为演员，形象过度与爱国英雄绑定，戏路太窄是有风险的。其实漫威的美国队长等表演者也都演过其他与英雄主义无关的角色，对吧？美国队长叫英雄主义。吴京如果让自己的演出形象多元化一些，而且能够出更多好作品，也许会对他更有利，也能够避免一些人将与电影无关的生活中的一些情绪冲着他释放。这个属于胡锦老师啊，存在个人在臆断。也就是说啊，吴京如果说啊，他这个戏路宽的话，他不走这个爱国这个赛道，那么他很有可能啊，再拍几部影视作品出来。但是他所有的影视作品加到一起，也不可能有什么《战狼1》《战狼2》火。吴京他之所以火，就是因为他拍了《战狼1》《战狼2》。那胡锦老师的意思就是，拍完《战狼1》《战狼2》火了之后，吴京就应该转赛道，不要老演爱国英雄。实际上啊，吴京发现了这个赛道以后啊，引起了广大的其他的这个剧组，对吧？制作人、导演蜂拥而至，把这个赛道是过度开发。它的受众啊只有那么多，这个受众啊反复高潮，反复亢奋，现在只是有点虚脱啊，累了，需要修身养息。刚才说了啊，司马南老师准备进来分一杯羹，结果他有7000万粉丝啊，票房只有不到100万。但是跟吴京这个作品比起来，那还是大获全胜呢。吴京才不到30万呢。胡锦老师安慰这个吴京啊，他说啊，即使出了当前的情况，老胡也觉得没啥大不了的。吴京又没犯什么错，被人翻出几句旧话，编几个小段子，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吴京无疑是一个出色的电影人，当初拍《战狼》和《战狼2》显示了他的目光敏锐，他正值壮年，仍有很多机会拍戏。如果他能够接下来拍出新的既叫好又叫座的电影来，舆论场的评论自然会形成新的风向，大家仍然会喜欢他，形成对他新的追捧。这个更像是在安慰一个老朋友。我们可以理解成啊，吴京啊，他抛出这个什么再见坏蛋，这个也是一种测风向。毕竟前面有司马南老师，对吧？折戟沉沙，出师不利。那么你可以理解成吴京老师啊，人家这个再见坏蛋只是也是来投石问路啊，就是看一看这个赛道温度怎么样，对吧？这帮粉丝啊有没有恢复过来，休息好了没有，能不能再来打一个鸡血。他这个再见坏蛋，对吧？这个小制作嘛，整个都没花多少钱，对吧？这个就是投石问路啊。哎，如果说反响不错，那么战狼3就出来了，大制作，对吧？现在一看这个战狼3还得等一等啊，水温不够，他的基本盘现在忙着找工作，忙着这个还按揭贷款。司马南老师靠送面，对吧？送出100万的票房出来，可见这个市场啊，因为过度开采啊。所以胡锦老师他没看明白，他以为吴京受伤害了，对吧？人家比鬼都精呢，对吧？一看不行，人家主动撤档。最后这个胡锦老师说啊，互联网舆论很敏感，风向也飘忽不定啊。吴京演了几部爱国英雄主义电影，但他本人毕竟只是演员，不能与爱国英雄划等号。舆论场出于某种原因对他形成一轮不友好的声音。第一，那不能一概看成是冲着他表演的英雄形象去的，就是胡锦老师啊，抽丝剥茧，把吴京和他所演的这个形象打造的形象要分开。也是坏事啊，不好的那是吴京本人，吴京塑造这个英雄形象那是没有问题的。胡锦老师啊，他第二个，对吴京个人的损害也只是一时的，他今后有足够多的时间和机会摆脱当前这股舆论潮，他不妨大度些，无需把一些人的嘲讽看得太重。我觉得吴京啊，他最大的问题是
把生活和这个艺术和电影加工它混淆了。比如在这个塑造的艺术形象里面，我们见到坏人应该怎么办，对吧？那痛打呀，对吧？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但是生活中呢，那你就是互殴啊，对吧？那帽子叔叔要把你逮起来的，对吧？生活中遇到这情况你就报警，只能打110。所以说生活是生活，对吧？这个艺术是艺术。吴京老师他这个让人感觉他生活中和电影里演的是一样，那时候能不翻车吗？对吧？时间长了，观众一看，胡金老师最后说，演员嘛，被议论被八卦常有的事儿。吴京本人针对那些嘲讽，目前未做任何自辩。我觉得这样挺好，一个人不会什么时候得到的都是掌声，一路顺顺当当，这点小波澜，相信吴京扛得过去。吴京说不定自己也认识到了这是流量的反噬，你在前面沾了流量的光，借助这个流量，你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只不过是获利回吐就是这个流量反噬了，就这么简单。最后老胡想说吴京的心理需要强大，我们网友也需要有达观，拿吴京玩梗也就算了，但在他没犯什么错误的情况下，如果搞过头就不太公正了。这个没有人搞他这刚才已经说过，这是流量反噬，对吧？你不能享受了流量给你带来的好处，然后流量这些负面的你就开始叫苦。什么叫爱国主义呢？我们举个例子就是正好今天这个越南又开始作妖走邪路，说为配合国庆，越南政府宣布向每位越南公民发放10万越南盾。这是10万越南盾多少钱呢？看着挺多实际上折合成人民币27块钱。27块钱相当于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越南什么水平呢？据说能买2斤猪肉或者是3杯咖啡。越南政府星期四就是8月28号发表声明说，这笔钱将直接转入公民的银行账户或以现金方式发放。越南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已接获指示，需在下周2国庆日前完成发放。文化体育与旅游部和官方媒体负责宣传这项福利，为国庆营造喜庆气氛。我在想，胡金老师看到这样的新闻，很轻蔑的一笑，或者叫微微一笑，来了一句都发，就相当于都没发。那越南老百姓就说了，那我这手上3斤猪肉呢，3杯咖啡都没发吗？胡金老师说那是幻觉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了，对吧？都发那就等于都没发。这个越南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对吧？你这国庆这么大的喜日子，你不请村里面人去吃饭，对吧？多请一人去，对吧？去参观盛大的典礼，你把钱给这个越南人发了有什么用胡金老师都说了，你全发相当于没有发，对吧？这个钱拿来请友人来吃饭，对吧？来看戏，对吧？来感受一下越南这个成果，对吧？这个最近发展的好，让他们受一下震撼教育。这个不更有意义吗？但是他偏把这钱给老百姓一个人发2斤3斤猪肉，对吧？请一请这个低保老人来吃席多好，那多有面子你要请那个卢卡申科来，卢卡申科还给你带几麻袋那个白俄罗斯的土特产马铃薯或者叫土豆，他已经说好了人家这次来礼物就是马铃薯。人家也知道你不在乎这个，对吧？你主要是这个就像那过去那个朝贡体系一样，你过来接受震撼教育就完了，什么理不理的不在乎，对吧？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对吧？你带来的礼物后面给你加个0，再给你返回去。朝贡体系就这样的越南为什么没有学会这一套？所以越南的路还远着呢，且学吧。所以越南这个搞法这个不符合胡金老师提倡的这个叫爱国英雄主义教育。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